呀，我发现现在这些写爱情的歌曲吧，都太悲观、太绝望了。不是你死我活的这种生离死别，能有一点好吗？哎，谁要平平淡淡的生活啊？自虐的人生才最消亡。知道世界上最痛苦的感觉是什么吗？就是你永远无法爱上别人，因为你依然留恋那个伤害你的人。（括弧三毛说的。）宁可风同学，在这儿你是最没有权利发表悲伤感言的人。那到底什么才是爱情啊？还真是，你觉得嘞？我觉得爱情就是你喜欢的人在，那就是爱情；你喜欢的人不在了，爱情就没有了。麦克，你爱冬眠吗？爱，当然爱。可冬眠爱你吗？别绕着弯，说。好，我就直说吧。冬眠怀孕了，我之前是跟她发生过关系，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存在。冬眠怀孕了，你不知道？我知道她有一个孩子，不知道她能那么快成功。你的意思，这个孩子不是你的？我们俩还没有离婚，但是好长时间没。那这个孩子有可能是我的。麦克，你刚才说你那么爱他，怎么就不能对他全心全意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听着，我的心有两部分，我生的就是这个样子，就跟我有两个胳膊两个腿一样。但是我这心，我能给的一半，我全都给冬眠了。我明白了。那麦克，我也告诉你，你既然就给了他一半，我会把我全部的爱，全都给他。那个，我是想说，昨天晚上凭我的记忆来说吧，咱俩应该是没有。啊，你看你昨天晚上喝了那么多，今天早上这么早起来上班，我给你熬的醒酒茶，你喝了以后能舒服点。
过多少次了，叫你以后都不要再来了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哎，太讨厌了！干嘛呀你？你要骂啊，你要吃饱了再骂，吃饱了才有力气，是不是？我不要吃你拿的东西，拿走！你管谁拿的呢？能吃饱就行呗，是吧？我不吃。你是我认识的那个戚明峰吗你？我原来认识的那个是一个花心大少，根本没有这么死缠烂打。你烦不烦啊你？我听说了，孕妇的情绪啊总是很不稳定，所以你说什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。还有，你也不是我当初认识的冬眠啊，温柔娇气，但是现在我更喜欢。耍够流氓了没？滚！这刚哪儿到哪儿啊？耍流氓算什么？啊！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我会每天都过来，不管你开不开门，见不见我，我都会到。给我滚！啊！滚！你滚！好，好，我现在就走，好不好？水果有营养的东西啊。尽量少吃啊。对，我知道，明白。我是比较懂事的，不是跟一些其他的就不懂事的人，这是要 PK 的节奏啊！哎呀，太有魅力了，羡慕死你了，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。太浪费了，不吃别浪费。啊！你加入丐帮了你！这个地上随便捡垃圾都吃，你天！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那么好吃的。
好名字。冬眠一定不是冬天睡觉那个冬眠，一定是冬天也要缠绵的绵，对不对？冬眠姐，来1000块地吧。这么大清早，谁给我寄东西？咦，谁给你寄的我可不知道，我只是一个送快递的，寄快递的和取快递的不是我，但我敢知道，这个给你拿这些东西的人一定是个土豪。行了，东西已经拆开了，你回去吧。哎，不要这样嘛！你看我给你分析一下啊，这有一个超大型的婴儿车，还有这儿《星际战将》限量版，欢迎加入乐童家族。是谁能给你送这么多婴儿的产品呢？我又没有分析错，你一定怀孕了。东西我不要了，你拿走。我没分析错，你怀孕。停！这个举动代表了第2个问题，你怀孕，但你却不想跟送你东西的这个土豪在一起。把它放下。你一定觉得全世界的男人都不靠谱，想独自的生下这个孩子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吗？单亲家庭对一个孩子影响有多大？我就是单亲家庭生出来的。每当说起单亲家庭，什么星座？水瓶。什么血型？AB。纠结。哪儿人呐？山东轴。不过，疯子，你跟我这么一算，其实，哎，你俩挺合的呀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挺合的。但是有一点啊，跟你一样，活好不粘人呐，玩完一次，人飞了。呸！那说明你活不好是吗？我活还行啊。嘿，我算是找着根儿。哎，你说疯子呀，疯子，你说
你跟哥也这么多年了，这夜场也去了不下几千个啊，为什么？哎，但凡有5个妞在场，至少有3个半扑我，为什么？男人在这个时候，我跟你说，靠的绝不是长相，不是个儿，不是胸肌，哎，你知道，靠什么呀？你哥也没别的什么特长，你就是回床率比较高。回床率这事儿我跟你说啊，不用你去炫耀。但凡有1个人说牛逼，哎呦，这一片哎全知道。等到那时候，你就等着他们贼你。女人都是什么呀？哎，她就是块糖。吃过糖吗？吃过呀。怎么吃？用嘴吃啊。废话，搁屁股那点手指。你要，你要把它捧在手里啊，哎，舌头伸出来，哎，舔。我就不信舔不碎它。你对待女人就得这样，没有征服不了的女人，只有半途而废的男人。你搁这事多上去，你搁车挪过来。OK， 小心点啊！哎。哎，疯子，要不这样，哥再陪你待一会儿，然后帮你看看这姐们的面相。不用了，师傅。哪天啊，我拍张照片再送到你府。师傅，您这后台有点缺气儿。我推着走健身。哎呀，真不用陪了。不用了，师傅。啊，您一会儿路上慢点，小心点。不是，看你这势单力薄的，这么着，啊，等着哥再给你添把火。啊，那我就等着师傅了。走了。好嘞，哎，师傅，你慢点。大伟，还别动我！几点了？又这么晚？宁可风，你要是不愿意回这个家，你就别回。冬眠，我爱你。冬眠，我爱你，爱你一生一世。冬眠，你快过来！哎呀，冬眠，我爱你。这么大阵仗啊啊！出去看看去吧。我不去，快！冬眠 ，I love you。哎呀，别说这齐明
表白实在是太感人了啊！他这是在威胁我。我觉得他挺认真的。这完全不在我的计划之中。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从来没见你这么理智过。baby， 他在影响我的生活，他这是在强奸我的生活，强奸我。I love you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冬眠 ，I love you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出去看看，省得引起围观。喂！我只跪着，不出声。你这样会伤害他的，他得多难过呀！给，他这是自找的。你就打算一直让他这么跪着？是。冬眠，你的心也实在太狠了。太狠了，一点经验都没有，你不觉得他这样很做作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走开！开门！一。小峰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卫出事儿了。